给我们天天看的这上百万粉丝，今天至少300万粉丝啊！一定要给唱一段，行吗？必须唱的。来，什么都行，来一段。好啊，那么阿拉两家头来段大家非常熟悉的《红楼梦》。《红楼梦》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。红楼梦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是一朵青云刚出世。知道她把内草莽人情味，恰原来和她心知比所累。一地又是花朝水，引动好比风拂流。眉梢眼骨上秀气，声音相貌如温一切分明是华丽卡心的恰子，就是你。太好听了，我没听够，还想接着唱。崔哥啊，太好听了。我可不可以提个要求啊？没听够哎！我想通过这个视频正好给我的老师送上祝福。必须的。好的，我的老师呢是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老师。通过北美崔哥这个平台呢，我想给我的老师送上祝福，祝愿我的老师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哎呀，多好！王老师身体健康，王老师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因为疫情呢，交关辰光没回去了，老想老死的，老想了屋里向的亲人的，真的是老想回到上海，回到浙江去看看阿拉自家屋里向人。所以通过这个视频呢，向国内的好朋友们问好，祝大家一切顺利，平平安安。谢谢崔哥。哎呦，你话太好听了，好听吧越剧也好听，然后他们两个人唱那更有味道，这是不行，以后咱们俩还得单录一集，下次我得多录。崔哥，谢谢您唱越剧吗？我真想学啊！唱两句他会唱京剧。你教一句怎么唱？我唱哪一来句？唱两句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。老好的好。我们还会用英文唱的。是不是？26个字母。说一个，来一个。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。跟这个玩一下，跟这个。不是，我们有嗲点的。C D E F G。这个影派，你是哪个？这是。小滑鼠儿。L M N O P。这是玩的开心了，玩的开心了。崔哥来了，我们就大财。